大冷100K， 南昌、南生圍、西沙、沙田。各位朋友早晨，我係深山大叔。今日踩單車，啱啱頭先又跌爛咗個 GoPro，咁啊即係符號嚟嘅，即係話要換器材啦，係時候要換啦，唔換咧就唔得啦。喜愛踩單車嘅朋友，你呢個禮拜踩咗單車未？我今日打算踩大冷100K 以上，由南昌出發，踩上瑪嘉烈，即係上荔景啦，然後去荃灣，由荃灣踩去屯門，屯門再踩去元朗，喺元朗入南生圍走一轉，然後就會跟單車徑去上水啊，出大埔啊，去沙田，喺沙田踩入去馬鞍山，馬鞍山再踩去西沙，即係去高柏啦，然後再會喺高柏嗰度踩翻出去沙田。咁啊，全程大概超過120K， 辛唔辛苦？難唔難踩？踩就唔係難嘅，大部分都係單車徑嘅，但係呢就時間比較長咯，即係會踩嘅時間比較長咯，用嘅時間比較多咯。注意補給啊，注意補水啊，因為好熱啊。上荔景好耐都冇踩過呢段路，因為通常都係搭車。都成2年幾冇踩過呢度，我真係成日踩啦，唔知仲夠唔夠力上。今次踩又冇想象中咁難，都係一貫咁樣踩啦。咁啊大餅，咁跟住拖住個6波，然後就5波、4波，咁就上咗啦。咁而家 happy hour 啦，咁就一路都基本上大致都係落斜啦。建議各位朋友咧喺呢段咧就最好係天橋過，因為葵芳呢邊葵福路啊、葵青交匯處啊，好多貨車，好危險。咁又建議各位咧就由呢個天橋啊咁啊推過去啦，推過天橋，咁然後跟住咧就去到卸貨區，先至再繼續踩，咁啊安全啲咯。踩車啫，唔使搵命搏嘅。嗱，好快脆又會到卸貨區噶啦，嚟到卸貨區，跟住穿過卸貨區去到海濱，由海濱花園嗰度呢，咁就落翻單車徑，咁就去到荃灣西，荃灣西咁就可以出翻去成功。呢邊都好好添喎，咁啊南昌踩過嚟啊，大概係9.98公里，10K， 就要嚟到呢度先夠10K。咁啊，其實跑同埋踩車咧都係差唔多係10公里。如果係跑咧就會再短啲啦，因為上葵盛，咁樣落嚟咧就大概係9K 度。如果踩經過荃灣屠房嗰邊咧，就9K 幾，差唔多1K 度啦。咁啊，清功係最好噶啦，練跑路線、踩車路線，有斜路、有上斜、有落斜、有平路、有補給，即係清功，即係一個相當好嘅路線。無論你踩車啊，同埋跑步啊，都係相當好。大欖轉車站，屯門啦，泥圍啦。順豐圍
家咧就係踩去南生圍。咁啊，你要知喎，南生圍而家係有地盤咧，所以嗰度咧就好多大車出入，自己就小心少少。咁過咗個路口咧，啲大車咧就過咗個地盤咧，就會好啲嘅，拉晒線㗎啲大車。左轉嗰個路口嗰個就地盤，嗰度咧就好多大車出嘅。咁我其實喺火車站咧，其實火車站喺元朗站嗰邊過嚟咧，喺嗰度一過嚟咧，轉過嚟就係嘅啦，就喺迴旋處嗰度。但係嗰度咧就地盤啦，啲路又爛啦，大車又多啦，危險啦，所以咧我話揀咗咧就行呢條南生圍路嗰度入嚟啦。踩完啦。嗱，路況咧就完全一樣，咁啊同上次嚟踩咧，佢係完全冇改變過嘅，一模一樣。咁啊呢段路由南生圍路口踩到入去個道口嗰度啦，咁咧就來回大概係10公里度啦，呢段路係10公里度。咁而家咧就繼續咧就出翻去就去踩單車徑，由單車徑就去新田。去新田做咩咧？放飯啦，梗係要補充下體力先，補充下先，飲翻多啲水，飲翻罐肥仔水先。去放飯，而家係行新田村路入去放飯，喺石湖圍嗰個路口度穿過去就係。新田村路。行呢條路唔使擔心會迷路，因為點解呢？得一條路嘅啫。你沿住呢條路一路直去，就會去到來回尾嘅路口。單車徑掘到溶溶爛爛啦，你都個大埔嘅又落雨嘅，啱啱避咗一陣，咁一浸嘅啫喎，一過咗就冇啦。嗱，落到地下都全部有水凼嘅。馬鞍山。馬鞍山海濱長廊飲水機完咗咧，就呢度過馬路，落隧道之後跟住轉左，咁啊落隧道，過咗隧道之後跟住轉左，踩完段暗車上之後咧，跟住咧就落斜啦。咁啊，小心啲街坊喎，呢度好多街坊嘅喎嚇。落到下邊路口就轉左。
咧就轉右。咁啊，冇幾遠咧，你又會見到馬鞍山站嘅終點啦。呢度就馬鞍山站，咁你會見到個兜兜啦。哎呀，冇得到，冇得到，唉。唉，想甩啫，因為過對面單車徑，又係斜路啊！繼續上車啊！咁呢條單車徑又到盡頭喎，咁啊要過對面馬路嘅單車徑喎。咁啊過咗樟木頭嘅路口咧，就會到斜下呢個路口喎。斜下井頭，斜下前啲咧就係井頭村，即係三杯酒啦。高攀。而家要去揾個大框框。嗱，上次嚟咧就冇出海邊嗰個框框嗰度打卡嘅，咁今次咧就由呢條路咁啊踩翻出去馬路啦，咁啊踩翻出去嗰個海影路，海影路咧，然後跟住咧去翻井頭中村，咁穿過村口嗰個路口嗰度咧就可以入到去嗰個四方框嗰個打卡位。呢度咯，高攀又踩完啦，而家翻出去沙田，咁啊完成咗今日嘅100K 啦。今日講翻今日嘅路線啦，由南昌出發，踩上去荔景，然後咧就落去荃灣，踩青宮咧就去屯門，咁然後咧就入去元朗啦，元朗就踩咗一轉南生圍。踩完南生圍之後咧，跟住又沿單車徑啦，咁就去新田方向啦。咁然後喺石湖圍嗰個路口嗰度咧，就過咗對面踩一個叫做新田村路嘅，咁去愛梅味嗰度放飯。
食完飯補充完體力啦，又完單車徑，就去上水、粉嶺、大埔，然後跟住翻出沙田，由沙田再踩入去馬鞍山，跟住嚟到高柏，咁跟住呢，今次就去埋呢個大框框呢度打卡啦。咁打完卡就沿住單車徑就翻出去沙田，全程踩咗120K， 哇，真係超標，因為從來冇試過踩咁多，踩到100呢已經想死嘅，今日仲踩咗120。超額完成。嗱，咁啊講下我個人嗰個感想啦。嗱，咁熱嘅天氣，踩車咧就真係好注意嗰個補給。啊，唔係唔踩車，係注意個補給。尤其是補充翻啲咩咧？水啦、鹽啦、電解啦，最緊要食飯。食飯啊，碳水咧就最好嘅補充體力嘅一個能量嘅來源嚟嘅。咁同埋咧就係你踩長途嚟計咧，咁就你最緊要有休息嘅時間啦。最好就係間歇休息。嗱，每一個人個體能都唔同，但係我相信每人都要需要休息咯。例如我個人嚟講啦，咁啊個人都唔同啦。我個人嚟講咧，我就大概係15至20K 到，我就會停一停啊，飲下水啊，咁啊食翻少少嘅朱古力啊，或者係能量棒啊咁啦。嗱，雖然話係體力咧係練翻嚟嘅，但係你要相信自己攰嗰個感覺咯。真係適當嘅休息啊，停咧係好緊要。嗱，喺呢度咧，我又祝各位車友咧就係長踩長有啦，同埋咧就係長踩長快啦。踩單車係非常之有樂趣嘅，非常能夠令到你帶嚟好大嘅樂趣，出咁多汗，咁啊出咁多安多酚，咁個人咧就好開心。即係我個人嚟講啦吓，咁啊希望各位都係咁啦。嗱，多謝各位收睇，希望你喜愛我呢個影片嘅介紹啦。歡迎各位訂閱、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好，拜拜。翻到嚟呢個去到孖橋咧就嚟，回到孖橋，回到沙田第一城。